彭敏南，学甲镇的镇长，我们支持的对象是彭敏南。北门这里我们是开化，有那个王志华指导，那柳营是黄国安，盐水是黄队长。这个事情在1月7号收完签之后，我会把号码签在20号之前交到小组长手上，给小组长交法到各位党的车上，这不会有问题的。好，这主任这里就给他到了，先看他会现在我就从后面的方向讲，